台南的民众最近应该常常当看到国军，或者是环保局清消人员伫大日头下面穿着防护衫，伫咧进行天高力喷药防疫。不过镜头前的这个人，不是国军，或者是环保局人员，而是台南市长黄伟哲。原来是因为连续假期，真侪化学兵的兄弟，拢必须要去支援其他县市，因此环保局清消甲喷药人员较不足。拄好伊最近受过训练。打取得需要人员的证照，因此来到现场支援，希望加一个能力，会当互疫情减1分扩散。很多国军都抽调去支援其他县市，然后我们假日的时间，环保人员、清消人员比较不足，所以说现在正好我有受过这个训练嘛，所以就来这个支援一下。那我才短支援半个小时，就觉得。真的怀疑人生了，就真的蛮头累到一股心，所以可以知道我们划分人员的辛苦，第一线环保跟卫生人员的辛苦，所以请市民朋友们多一些体谅谅解，因为大家没事不会去喷你家里面，当然是被划入9宫格，要做为了防疫所需要，所以请大家多谅解。那平常上班日可能我公务这样，放假日我能够支援，我一定尽量来全力来支援他们。至少多一个人力，那就减1分疫情。中秋连续假期过无几天，有风台马来，树提醒，避免大雨后滋生蚊仔囝，颠倒会增加社区疫情传播风险。请所有市民要贴贴落实巡倒清刷，共同配合市府防疫政策，才会当互天高的疫情控制，守护家园健康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